咁啊，中風咧，我哋視乎嗰個患者嘅年齡啦。咁啊，65歲以上同埋65歲以下。咁啊，講緊比較上年長啲嘅一班咧，佢哋大部分咧都係源於缺血性嘅中風同埋出血性嘅中風。缺血性咧係佔咗80%嘅人嘅，當中係講緊塞血管啊，佢哋可以係因為血管嘅僵硬化啦 （arteriosclerosis）， 亦都可以係因為一啲血栓或者係一啲心源性嘅中風，講緊譬如係佢 atrial fibrillation 啊，引致心臟囤積咗有血塊，跟住最尾轉移咗去咗個腦部嘅血管。而出血性嘅中風咧，好多時係因為爆血管啦，佢哋係血管僵硬、長期高血壓等等。呢類嘅病人咧係講緊佔20%度。而我哋去到一啲後生啲嘅 population， 呢類型咧好多時候就係一啲結構性或者先天性嘅問題啊，例如佢哋係有 AVM 或者佢哋有血管瘤嘅問題，令到佢哋咧係突然之間有出血、爆血管嘅風險喺度嘅。其中一個最常用到嘅工具咧，就係談笑用兵啊！呢個可以話係家傳戶曉啦。首先談就係你發覺你嘅親友講嘢嘅時候有冇捋你啦，係咪表達到自己啊？咁第二個笑就係兩邊面笑起上嚟，或者就咁放鬆嘅時候，會唔會有一邊係垂咗落嚟，係唔對稱嘅？第三用就係講緊手或者腳，譬如要舉起嘅時候，兩邊一齊舉起係唔對等喎。咦，一邊好似正常範圍喎，另外一邊舉極都舉唔起嚇，一啲唔對稱嘅症狀咧，咁呢個時候就要特別留意啦。咁有懷疑咧，其實都係最好帶佢去睇急症啦。反而我就想講多啲咧，一啲比較上特殊啲中風嘅症狀啊。其中一方面咧就係 silent stroke 縮直型嘅中風。好多時候呢類病人係最難發現啊，因為佢係可以好症狀輕微到咧，你唔會特別覺得有問題。舉例啦，個老人家或者嗰位病人喺一段時期裏邊突然之間好似零舍眼瞓啲喎，或者佢突然之間啲集中力差咗少少，咁亦都有機會咧。其實呢段時期佢已經有一個好輕微、好細粒嘅中風。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早前提到嘅一啲爆血管嘅症狀啦，譬如血管瘤啊。咁不幸如果爆破咗嘅話，佢咧尤其是一啲後生啲嘅病人咧，佢會係講翻咧成世人最痛嘅一次頭痛嚟嘅。咁咧而家急症室咧，公立醫院又好啦，私家又好，其實係行一個分流嘅程序啊。咁所以作為屋企人啦，作為病人嘅照顧者，最緊要我哋喺急症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係要保持冷靜，要保持咧精準啦，對個患者嘅臨床症狀，尤其是我哋要特別講明病人一啲腦科中風嘅症狀啊。舉例即係半邊身嘅控制差咗啊，或者講嘢捋你啊，等急症室嗰度嘅醫護人員好真實、好貼切地知道咧，患者係有機會有腦神經科中風方面嘅問題，等佢盡快咧安排可以做到診斷，安排做到電腦嘅掃描等等。而針對中風嘅醫療咧，其實好多時候視乎佢嗰個成因係咩啦。頭先提到嘅一啲塞血管嘅狀況，亦都可以有唔同嘅分類嘅。最基本嘅就係或者最傳統嘅治療方法咧，就係抗血小板嘅藥物啦。急性嘅階段，我哋會用2種嘅抗血小板藥物，叫做 dual antiplatelet。而有部分係心源性中風，因為心臟嘅原因引發中風嘅話咧，好多時候就會配置一啲薄血嘅藥物。咁而家咧就會有一啲叫做 NOAC 或者 DOAC 新型嘅薄血類嘅藥物啦。咁喺主要嘅血管咧發生栓塞嘅時候，視乎佢發現咗個病人中風幾耐，而去決定咧佢會接受譬如溶血針嘅治療啦，
又或者甚至乎係腦外科嘅手術，一種叫做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抽栓嘅手術啊嚇，當中係個原理類似通波仔咁樣，又或者咧佢嗰個抽走血塊嘅裝置係一個 aspiration 類似吸塵機嘅裝置，將個血塊嚟去抽走。咁而家暫時嚟講咧，佢嗰個 window of opportunity 啦，講緊中風之後個時間咧，其實係講緊4個半鐘頭，去到如果做手術嘅話咧，去到甚至乎24個鐘頭都得。但係咧，佢選病人嘅標準咧，其實係好嚴格，變咗咧未必係每一位嘅中風病人都可以接受到呢一種嘅藥物或者手術嘅治療嘅。咁至於出血嘅病人嚟講咧，視乎佢哋出血嘅範圍啊有幾大，個量有幾高，顱內嘅壓力有幾大啊，嚟去決定佢哋需唔需要開腦做一個減壓嘅手術，或者係將嗰嚿淤血咧從手術地去攞走啊，或者保持咧嗰個頭骨係一路移除咗，等佢腦裏邊個壓力減輕翻，先再重新裝翻個頭骨咁樣。